主禱文係基督教信仰嘅核心，《心經》咧係佛家思想嘅精髓。主禱文念嘅係人對神嘅所願所求啊！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等等啊。然後咧就係求你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等等啊。一共係3個願望，就2個請求，全部都係人神嘅關係啊。心經講嘅佢係人生嘅哲理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咁大家都耳熟能詳啦。不過後面有一句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，就更能夠打動俾呢個功名得失蒙蔽咗心嘅嗰啲讀書人啊。人呢無所謂智慧，亦無所謂所得啊。點解呢？因為人一生出嚟呢，本就係空無所有嘅緣故。既然係一無所有而來就必定係空無所有而去啊。你執着呢個得失咧嚟做乜鬼嘢咧？天天就患得患失啦，即係《道德經》所謂寵辱若驚無疑係自討苦吃。咁呢個當然係人生嘅覺醒，亦都係生命嘅覺悟啦。咁呢樣同基督教主禱文嘅所願所求咧，就真係風馬牛不相及，彼此嘅信仰重心就完全唔同啊！一個就側重人神，一個就着重人生。拿嚟比高低，真係無鬼謂。